你好啊，我係 Stephen Ken 簡先生。放咗工已經好攰啦，仲要煮飯。以前我都要用1個鐘頭嚟到煮一餐飯，又焗又熱又煩。而家咧有咗我後邊呢部先至3 AI 智能嘅煮食機，咁就已經唔同啦。3分鐘佢就可以幫我做到3味非常之美味、健康、環保嘅食物，可以媲美大餐廳。咁其實煮法好簡單，只要我將預先做好嘅材料放進個機裏邊，佢就會打開個機盒按掣，然後咧我哋就放咗3個餸落去，佢就會自動喺幾分鐘內就同我做好晒呢3個餸一齊做好晒。咁換個講嗱，而家其實我已經係將個餸已經係放咗落個機度，已經個機係做完成咗啦。已經我將佢已經係放咗喺台面。我而家俾大家睇下，我做咗3個餸，呢3個餸就係齋餸、排骨、麻婆豆腐。大家都可以睇到啦。可以咁講。咁換句話講咧，而家咧主要大家覺得呢部機真係幫到大家有興趣，主要記得留言、點讚、分享。咁我會繼續做多啲唔同嘅菜式，俾大家去了解呢部3分鐘3道菜嘅智能煮食機嘅好處，可以幫到大家改善生活。記住啦，留意我嘅頻道，我係 Stephen Ken 簡先生，多謝大家。